鐵閘主要分為4類，如果發生火警，呢幾類鐵閘都係安全嘅。呢種閘就危險啦。接閘、趟閘同埋向裏邊開嘅鐵閘都符合安全標準，而向外邊開嘅鐵閘就最危險，因為佢會阻塞通道。火燭起嚟，接閘容易拉開，方便大家逃生。趟閘亦一推就開，使人可以快啲離開火場。而向裏邊開嘅鐵閘亦冇問題，但係嗰啲向外邊開嘅鐵閘就弊啦，佢阻住條通道，令到大家都唔走得。裝設安全鐵閘，生命免受威脅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個廣告？呢個係嚟自1988年香港消防處嘅宣傳廣告。關於鐵閘當年分4類，除咗向外推嘅鐵閘之外，其餘3類鐵閘都符合香港消防處嘅安全標準。火災發生時，鐵閘容易拉開，方便大家逃生，趟閘亦一推就開，向裏面開嘅鐵閘都冇問題，唯獨是向外推嘅鐵閘就唔同，佢會阻塞通道，會令大家不能逃生。我哋由細到大都灌輸門係向內開嘅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，日本啲門點解會向外開呢？今日就同你探討下呢個迷思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Take a Lesson 呢個頻道。我 initial 係 TC， 你可以叫我做天師。唔知大家去日本時有冇留意過一樣嘢，就係無論係酒店、住宅、學校、商場，甚至便利店，你都會發現日本好多門都係向外推，而唔係向內拉。對於住慣香港或者歐美嘅人嚟講，第一個反應通常都係：咦，咁怪嘅，唔怕撞到人咩？但其實日本啲門向外推，唔係設計師貪新鮮，而係一套用無數次災難換翻嚟嘅生存設計。今條短片我會由幾個層面同你慢慢拆解，點解日本要咁做，呢種設計點樣真真正正救過人，同其他國家又有咩分別？首先，點解香港在內嘅咁多個國家同地方，大門要設計成向內開呢？最重要嘅理由就係防止壞人入侵。當我哋返屋企開門時，如果有壞人想趁機闖入嚟，我哋就可以從裏面用力閂門，用全身嘅力將壞人擠到門外。若有人想破門而入，我哋都可以向門後面放置障礙物，咁樣門就無法從外面打開。相反，如果向外開嘅大門，就好難將壞人擠出門外，壞人只要用腳卡住門縫，門就閂唔到。咁點解日本住家嘅玄關大門仲係以向外開居多呢？其實呢個係同日本地理環境同埋日本人嘅習慣有關。如果只可以用一句說話解釋日本點解門要向外推，答案就係2個字：地震。日本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，基本上全年都有地震發生，大大小小加埋，一年超過1000次。地震發生時，最危險嘅唔係震嗰一下，而係之後發生嘅事，櫃會倒，書架會跌，雪櫃、電視會滑向門口。試諗下呢個畫面，如果你間防盜門係向內開，而門後面已經俾櫃或者床頂住，你會點？你根本拉唔開道門，你就算知道外面安全，都出唔到去。但如果門係向外推，就算房入面亂晒，只要你仲有力，你仍然可以由內向外推開道門逃生。呢個設計唔係方便問題，係走唔走得出嚟嘅問題。火災發生時，人有一個共同特點，會恐慌。恐慌狀態下，人唔會冷靜拉門，只會本能向前衝，
越多人，力量越大。如果門係向內拉，人群會直接頂住道門，結果就係道門永遠拉唔開。歷史上好多大型火災事故，真正嘅死因唔係燒死，而係出唔到門，被人群困死。所以日本嘅設計原則係門要順住人性，而唔係違反人性。向外推嘅門，只要人向前衝，門自然會打開，唔需要思考，唔需要技巧。有啲人會以為日本人就係鍾意咁啫，其實唔係。日本係用法律強制規定。根據日本建築相關法規，學校、商場、醫院、戲院、集合住宅公共空間，只要係主要出口或者逃生路線，門必須向外開。原因好簡單，設計要假設最壞情況一定會發生。日本建築唔係諗平時用得方唔方便，而係諗一出事仲可唔可以救到人？日本房屋大多數設有玄關位置，日本人習慣會向玄關位置着鞋，所以如果門向外開，玄關位置就可以留出更多空間，同埋室內空間可以用盡，家具擺位更自由，所以你會發現日本好多廁所門、儲物室門、睡房門都係向外推，甚至乾脆用拉門。咁你可能會問，點解香港、歐美唔學日本？原因包括地震少，歐美建築空間較大，香港建築空間較細，舊建築多，設計年代唔同。但有趣嘅係，你會發現歐美嘅機場、戲院、體育館、商場，其實全球都慢慢改用向外推門，因為只要人一多，日本呢套設計就特別安全。簡單總結，日本啲門向外推，原因包括地震時唔會被家具頂死，火災時順住人流逃生，法律強制要求，空間更實用，延續傳統建築思維。所有原因都指向同一件事，假設最壞情況一定會發生。日本建築設計嘅核心唔係方便，而係一句說話，平時你可能唔會留意，但當災難發生，呢道門可能就係你同死亡嘅一線之差。